伫咧高雄屏东地区最近的空气品质是真歹，着立委今仔日召开记者会，呼吁政府着要赶紧提出空气污染总量管制第2期的方案。环保署也回应讲，目前还搁伫咧针对第1期的效益做评估，第2期的部分目前是还未定案。 提出高雄市街仔路规个无就连85层大楼拢看无的相片，民众党立委张其乐讲，最近高雄空气品质愈来愈歹。伊也讲，高屏地区的空气污染总量管制计划，伫咧2019年做3年管制，虽然有降6.31%，不过第2期总量管制方案该当伫咧2018年提出来，不过到今也未看到。它透过总量管制计划之后，它这些污染的排放大概比这个没有总量管制之前贡献度在6.31%。那当然我们还是认为说这个还是低的，是整个计划的第2期它应该要赶快能够进去。总量管制制度并没有不见，目前的推动的重点是我们去修固定污染源、空气污染物消减量差额认可保留抵换及交易办法，让一些具有减量空间的业者。 有一些更多的意愿去做污染减量。环保署表示，即阵也在评估总量管制第1期的效益，目前第2期方案也无时间表。高雄市环保局表示，今年1月高雄捌2届受到境外污染物的影响，地数 PM2.5超标。不过立春过后，这日照的时间会较长，扩散的条件会大大变好。其实民众看到的都是能见度，不是 PM2.5眼睛看不到。在秋冬季节，我们南部地区就是会受到这个东北季风。 从北及云嘉是下来的污染物，都会到台南、高雄、屏东这边北积但是相较于过去几年，其实整个是都呈现有进步的情形。是哪些钢铁厂、哪些发电业必须要降载或者是休息，让这个空污维持在一定程度，而不是这么样恶化了这么多天。这个紧急应变措施也是现在这个当下应该要再加严标准，而且加速把这个 标准立出来之后来执行。环保团体认为，政府得要赶紧研究大型工业区和发电业，因应气候的条件，紧急配合降载的标准，嘛要针对空污费征收细节全面检讨，才通予南部的空气雾蒙蒙的状况有改善。记者民警钟佩文台北报道。